刚得焦虑中的盼望，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耶稣听你。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上帝施恩宝座，咱找到咱人生中间真实的愿望。所听的姊妹，愿望伫生命中间非常的重要。绝望的人生不如死，无愿望的人，伊感觉人生是一种的折磨甲痛苦。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赏赐在座兄弟姊妹，伫你的一生中间，你已经真清楚得到上帝所赏赐你真实的愿望。为着这个祝福，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赏赐活命甲愿望天顶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你是阮活命的本源。你也是互阮人类活伫世间有愿望的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你，通过圣神，将各种的欢喜平安来赏赐互阮。同齐敬拜你，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你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你嘛是阮的上帝。因为今仔日圣经所有的应允，毋是干那互阿伯拉罕，伊也要赏赐互阮。愿主你将这个话变做光，互阮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愿主你将这个话变做生命的开力，互阮充满勇气甲愿望。求主你施恩赐福，对天灵将真实的愿望放伫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无论是礼拜当中伫网络顶悬同齐做礼拜，心内若有逼迫、跨入不安的人，愿主你用平安、用愿望来体贴阮，互阮活伫你的面前来见证，阮的上帝是一个赏赐愿望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你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篇的讲道篇。最近大概这几礼拜，我拢咧读这篇的讲道篇。伊是我一个心中真尊敬的一个牧师，伊的名叫做Paul Tillich。保罗·田利克牧师，伊大概活伫50-60年前。这篇的讲道就是伊一生中间最后一篇的讲道，伫1965年，大概就是50年前。我真爱读最后的一篇讲道篇，比如讲贾伟牧师伫一生中间所讲的最后一篇讲道，叫做“为主做工人”。无拍算伫伊放门书的服侍中间，迄个感恩礼拜中间，伊讲即个讲道篇了后，一个月，上帝带伊倒去，因为伊伫一摆要对南投来到二林看诊的时，要爬过即个赤水桥，伫迄个南投迄边，因为野线，所以开车出车祸，伊丧失伊的性命，伫伊服侍的过程中。搁有我捌甲恁分享一篇的讲道篇，就是约翰斯托德，伊讲要像耶稣基督，因为伊发现真侪教会认真做工，但是无一定有效果，所以对心中到最后的时阵，伊写一本册，伊嘛伫迄本册的结束的时阵，伊讲一篇的讲道篇，讲 More like Jesus。做一个基督徒一生一个真要紧的功课，都爱活像耶稣基督。爱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所以弟姊妹，今仔日约翰这个普天的这个牧师，伊一生中间有真多的思考，伊通讲是全世界性百年难得一见的真要紧的哲学家、神学家，甲这个牧师。伊伫两本册的内底，拢讲到有关着人生活伫焦虑、人生活伫跨入逼迫的中间。要安怎？人敢有可能有愿望？这就是伊一生，其实是伊家己的心路历程。伊写一本册叫做《生之勇气》，人伫跨入的中间要安怎勇敢活落去。佮有一本册叫做《信仰的能力》。这两本册拢细细本，
但是这两本册拄就是伊伫讲道篇中间最后这篇讲道讲，上帝赏赐人是有愿望的，人通伫上帝的手中找到真实的愿望。虽然伊一生中间有真多迄个心里面的征战，伊活伫第一次大战进前，经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经历伊的妈妈早过身，所以伫一生中间有3种的焦虑，对伊来讲是一个功课甲学习。第一，生甲死的看路，人的健康破病嘛是一个焦虑的源头。你讲是嘛？你若健康时，你拢袂烦恼，但是忽然有一日医生甲你讲先生，可能你要去大病院检查迄个时阵开始，咱就烦恼。人对生甲死，阁有伊讲到一项，人若活了无价值、无意义，焦虑。那叫做没有一个目标的生命的焦虑。第三项，伊看见人有一种的焦虑是来自于良心，来自于价值观。你心内所知影的价值观念，若甲你所生活的方式有冲突的时，其实人一定无平安。这个人一生用上帝的话来做反省。今仔日的讲道篇，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所听到就是罗马书第4章，这个普天的用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讲这篇的讲道。伊讲亚伯拉罕的上帝嘛，就是我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到伊100岁的时，到伊绝望的时，到伊的父亲人已经无到生运的时阵，上帝赏赐以撒的愿望。伊讲：上帝啊，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较有可能，但是因为神。伫绝望的时，有关有愿望。今仔日罗马书第4章所提下的姊妹，关这段圣经真做咱祈祷的根据。咱亲像这个保罗天理课的牧师，伊讲：上帝啊，亚伯拉罕的上帝嘛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你敢愿意和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嘛真做你的上帝？你若愿意，愿今仔日的圣神帮助你，通过这圣经甲礼拜。你看你的手伫你的心来讲，愿赏赐愿望的上帝将各种的喜乐甲平安赏赐予我。愿赏赐喜乐甲平安的上帝，将各种的喜乐甲平安伫今仔日赏赐予我。通过圣神，就是捌互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圣神。愿圣神就是互主耶稣基督对死过活的圣神，嘛会当互我伫绝望中得到愿望。也对死来个活，愿上帝今仔日亲自将伊的应允，毋是用人的言语，是用圣神的帮助，互在座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到你一生的路尾，你活伫愿望的中间，阿免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第二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智慧甲圣神的帮助，互咱勇敢试着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咱人生的焦虑。拄则我有甲咱讲，保罗天理课牧师一生中间有3种的真要紧的心理的焦虑：对生甲死；第二，对人存在价值有意义甲无意义；第三，伊生活，伊感觉一个基督徒圣经所讲的甲伊的生活有时有冲突，伊会产生迄个良心的不安甲自责。这种良心不安的自责，最重要就是互人会当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在座兄弟姊妹，咱伫这个焦虑的中间，咱求圣神帮助咱，咱不互焦虑击倒，咱无跨路甲咱迷惑，咱反倒当伫跨路的中间发出真实的祈祷，讲：主啊，求你赏赐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生活；赏赐我勇气，勇敢去改变我生活内底无四正遐的价值观，也赏赐我平静的心去面对我无能为力的代志。2023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当我若做袂来的时，我知影这项代志，甲上帝讲：主啊，这项代志我做袂来。现在你敢捌安尼甲上帝祈祷讲：主啊，这项代志是我的智慧、我的能力拢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主啊，我恭恭敬敬将这项代志交伫你的手中。我交代你了，求你赏赐我平静的心。最后，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赏赐我智慧，
互我知影，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跨入八百的时，咱心中有上帝甲咱同在，咱要得到平安甲恩望。有跨入是人伫一生人生中间，逐个人拢会拄到，你同意吗？咱在座敢有人，你伫一生中间拢毋捌跨入的？咱若完全毋捌跨入的人，可能咱有问题，有可能咱就是某一种的知觉感知是不完整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信仰就是咱的快乐甲能力，因为伊要带互咱生命的目标标杆甲生命的光。然后上帝的圣心要带来对四个我伫绝望中间无成做有，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第一个讲这个讲道篇的人，就是今仔日的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保罗将亚伯拉罕的感动这个故事，伊家写伫伊的罗马书的内底，来鼓励当时生活伫罗马城、罗马城的这基督徒。经过2000年后，保罗天理课，伊读到这段话时，伊对心中安尼讲：上帝啊，亚伯拉罕的上帝，你嘛就是我的上帝。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遐的姊妹，咱做伙甲保罗，咱做伙甲保罗天理课，因的上帝讲：亚伯拉罕的上帝，你嘛就是我的上帝。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将心内的不确定性。人会有看入，就是因为你对将来这样代志的结局产生无确定、无能力、无一定有能力通解决，照咱的心意去达成。所以人因为无确定性，所以常常心中会烦恼操烦，对不？但是圣经跟咱讲，常常祷告，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愿望放伫咱的中间。无论咱对健康，无论咱对活命惠寿，无论咱对人生中间咱的成就感，咱是毋是有达到咱心中的期待？第三，咱的信仰带予咱生命的光，但是咱的生活伫黑暗中，咱心内就会有不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恳求你将这个活泼的盼望、更美的盼望、真实的盼望。真实的愿望，大满满的愿望，想出伫我人生的中间。所听的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无人空空离开礼拜堂。咱要离开礼拜堂的时阵，咱通将咱的焦虑给摕出来，给放伫你的礼拜堂的你坐这个椅仔顶。你讲主啊，我无爱搁再带这个焦虑回家。主啊，将我心内的快乐交托你。主啊，将这种的物件放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我三甲地地，主帮助咱，互咱伫人生的中间，咱找到愿望。田立克牧师伊讲到，伊写这本册《信仰的能力》，什么种的力量会通互人伫绝望中有愿的愿望？伫无可能的中间，真做有可能。亚伯拉罕将近100岁，伊的太太夫人人已经无查某人生育的迄种的记号，所以深深知影。伊无可能甲伊的负责人，阁有伊直属的后代。但是上帝甲伊讲，独独对你出来，才是你的子孙。所以后来上帝想属以撒，毋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伊的查某囝生的，但是上帝互亚伯拉罕甲伊的负责人得到一个新的活命以撒。所以后来伊会行顺顺讲，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甲雅各的上帝。就是阮第一代祖、第二代祖、第三代祖，到永永远远，阮的祖先的上帝。所以听的姊妹，咱无以色列的血统，但是咱有上帝的血统。伫今仔日咱的生命中间，咱通得到上帝的帮助甲愿望。这是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牧师伊写2本册，也伫伊最后一篇的讲道中间留互咱。你若要想要读完整这篇的讲道篇，牧师会当将这篇的讲道篇的电子档互你，你会当家己读。介简单来讲，这个讲道篇中间就是写伫伊2本册。第一，人的信仰会当带互人什么种的困难？这个牧师
伫伊这本册第2章中间有讲到，什么毋是信仰？伊讲有真侪道理，其实毋是真正圣经的信仰。所以伊讲，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人伫焦虑、伫绝望的中间拄着上帝，忽然甲上帝相拄着的时阵，伊忽然心中有一个感觉：圣在，圣在，圣在。就亲像伫彼得2的旷野，拄着上帝对天顶落来，迄个雅各，伊看到上帝对天灵降临，伊忽然对心中有一个感慨讲：我竟然毋知影上帝嘛伫即个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需要甲上帝相拄。关今仔日的礼拜是咱祈祷的开始，甲经历的开始。认捌上帝的存在。当雅各拄着上帝的时阵，伊讲一句话：哈马孔。恁捌伫礼拜中间听过牧师解说这个字？这是什么地方？英语改翻做 "This place" 就是这个所在。我竟然毋知这个所在是一个神圣的所在。所以后来雅各的子孙因拢讲，我的上帝是一个哈马孔的上帝，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每一个兄弟姊妹祈祷做回应。请听今仔日的圣经安尼讲：保罗记载伊心中的感动，这个信仰的老爸亚伯拉罕，伊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个叫死人搁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咱去头去尾，这句话咧讲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一个什么种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敢是兄弟姊妹你的上帝吗？你伫教会做礼拜，你伫灵修的中间，你听真侪圣经的解说，你家己读圣经的时阵，你对心中产生一个决志，你讲我要信耶稣。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所相信的上帝，到底是什么种的上帝？愿今仔这段圣经一句两句话，成做你的祝福甲帮助。伊讲，伊互死人搁活，伊互无变做有。但要安怎你要受这个祝福呢？死人搁活，就是伫绝望中间无望望的时阵有望望，这叫做死搁活。伊嘛咧指将来永活，但是搁较要紧，就是伫绝望无望望的时阵，永远有望望。第二，就是我啥物拢无啊，我啥物拢袂当做。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承认，我无能为力。你是一个互无变做有的上帝。所以后来保罗讲，我的生命是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似贫穷，却是富足。所以保罗是一个真正经历到上帝真实的愿望，不是假清盈尔。上帝互人的愿望，不是干那荣华富贵尔。上帝互人的愿望是天然的愿望，是别人看做戆，别人看做无。但是伊的心内有满足的喜乐，有满足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听会了解，愿咱求就得到。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互人无望望的时阵，有愿因的信来有望望。兄弟姊妹，你若有看路的事，你通花手伫你的心来讲，我的心啊，毋免操烦，我是天公仔囝。兄弟姊妹，我的心啊，毋通看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着这种的祈祷。每一摆咱见上帝的事，无论伫你的卧房，无论伫你的书房，无论伫你的客厅，无论你伫什么所在，你心内若想着上帝，你夜目对伊祈祷讲：上帝啊，迄个所在就是你的礼拜堂。拄则我有甲咱讲，雅各伫彼得2的旷野，伊暗时咧困的时阵，做一个异梦，一个面梦。伊看见天使甲上帝对天顶荣耀的所在落来，伊醒起来时阵，伊甲迄个所在号一个名，伊甲迄个所在扣石头，伊讲设立一个立约的祭坛，伊甲迄个所在号做彼得2，这是上帝嘛伫即个所在，即个所在是神圣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愿你的心诚做哈马孔，
愿你的心真侪上帝甲你同在见面神圣的所在，是咱经历着上帝，是咱得到安慰，是咱得到鼓励的所在。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因为这个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咱共同所敬拜永远的上帝。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是牧师送予咱祈祷的凭据。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的中间安怎讲呢？伊讲：愿赏赐恶梦的上帝，互恁对信心来充满各种的欢喜平安，也互恁伫圣神的权能的中间得到满满的恩望。也再愿恁对上帝的话讲阿们。也愿上帝照伊家己信息的话，上帝无讲滚笑，上帝所讲的话就照安尼来成就。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找到你人生中间上宝贝，伫你的生命中间上宝贝的恩望。所以保罗讲，你所看到的，你今麦所有的，毋是真实的恩望，因为上帝所要予你的是看袂到的，是伫将来，是伫上帝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咱会通对赏赐恩望的上帝，因为咱心中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一种的光，这种的信心带来恩望的光，这种的信心带来伫绝望的中间的安慰。咱伫这个恩望的中间，咱会对咱家己安慰讲：，搁等一下，搁听候一下，天就光啊！搁等一下，天就光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圣神所赏赐咱大大的恩望，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所得到。我要用田立克牧师伊所读的这段罗马书第4章，甲咱讲4个祈祷。第一，咱甲上帝讲：阿必然的上帝，你嘛是我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定心决志，定心思考，定心认捌。我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真伟大的上帝吗？还是我所信的上帝是做参考的，有也好，无也好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阿比拉罕的故事，真侪咱生命的故事。愿咱所经历到的神，就亲像阿比拉罕的神，咱伫伊的面前，咱所得到。阿比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心中的上帝，是互死人搁活，互绝望、空虚、混沌，什么拢无，迄种的空虚，真侪有。上帝所赏赐咱，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愿主甲咱三甲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如果你最近若感觉有看路，我拄则有甲恁分享。伫2023年，我学到一个足宝贝的功课，就是当我做袂来的时，我用较侪时间来甲上帝讲。你敢愿意将你做袂来的事，真敬虔甲上帝讲？上帝，我都愿你承认，这项事是我做袂来的事，但是我将这项事摆伫你的手中，愿主照你家己的旨意，毋是照我的旨意。我知影我的旨意、我的想法、我的决策，拢无一定是上好。但是上帝，你照你家己的心意来成就你美好的事。伫无恩望的时阵，因为信就有恩望。我要甲咱提醒这个信这个字，牧师要甲恁解说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叫做 pistis。pistis 牧师要举一个例讲，你咧开汽水干那时阵，你拍开迄个汽水干那时阵会安怎？扑一个，起一个。上帝圣神迄个稳定的门若拍开，这个信就亲像迄个活气能力就对迄个所在走出来。所以 pistis 这个信这个字是代表恩望的光，第二代表信用的能力，第三代表生命的勇气。伫绝望的中间，上帝若因为这个信，我就勇敢活落去，听候耐心，因为我相信念伊就要天光。愿主的话帮助兄弟姊妹，咱定心决志，而且亲像阿比拉罕。保罗伫伊第4章的尾啊，今仔日咱所读的24节，一直到24节，第20节、21节中间讲，阿比拉罕仰望上帝的应允，而且满心相信，所应允的上帝的确会成就。
兄弟姊妹，愿你将这个话当作金句，背伫你的观念的内底，假做你的态度，一生安尼坚持讲，我满心相信，我满心相信这个阿伯兰的上帝，我的上帝，伊的确会照伊家己的应允来成就。兄弟姊妹，愿咱的心是一个满心相信的态度。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重新开始过咱的生活。田立克牧师讲这篇讲道，半年后伊就离开世间。所以我毋是咧讲最后一篇讲道讲了伊就过身，毋是迄个意思，是因为伊拄仔讲到这个遮尔宝贝一生的回顾中间，嘛是伊的人生上帝要带伊倒去的时刻到。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智慧的最后。伊讲：我伫绝望的中间拄着我的上帝。兄弟姊妹，愿你伫你的内心中间的看路拄着上帝。看路是咱拄着上帝一个足要紧的圣所、至圣所。咱若拄着艰难，毋通逃闪，因为逃闪问题并袂通解决问题。当咱若拄着问题，看路八百的时阵，是咱经历着上帝同在上好的机会。伫迄个时阵，咱若会当。就是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承认我的能力做袂来，愿主你照你家己的旨意，互我绝处逢生。愿主祝福你，亲像这种的上帝。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用敬虔的心，斟酌反省你家己的信仰生活，你甲上帝的关系，伫你心目中的上帝。你敢真正已经认捌着上帝啊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有听到上帝伊的邀请的声，你拢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求你对我讲话。主啊，我伫遮，求你对我讲话。愿咱亲像阿伯的喊，亲像保罗，亲像田立克。愿咱伫主的面前讲：我要伫绝处逢生的地方拄着你。主啊！你是一个互死人搁活、互绝望的人得到噩梦的上帝。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愿你双脚跪落。主啊，我愿你谦卑恳求。主求你对我讲话。这是第一个今仔日的祈祷。第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爱认捌咱人生中间所拄到的情景。咱正式面对问题，用圣经的原则来面对问题，咱的人生就会得到开展。有真多时阵，咱的人生反复所拄到的问题并无解决，所以抵到咱的人生其实常常会做这种的看路来伤害咱。所以，咱的心内有情绪，你要聆听情绪在跟你讲什么话，因为咱的情绪其实就是一种咱挡不掉、无法处理的情绪。所以焦虑经常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咱要伫祈祷中间问上帝讲：上帝，我的心是安怎开安呢？你莫当静静听，因为圣神会互你听到。孩子，你现在有问题，因为你所选择的道路不是上帝喜欢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一个用正确健康的态度来面对你心内的看路的人，伊的智慧要慢慢拍开。愿天父上帝通过圣神的帮助，互咱得到怜悯甲安慰。咱有几摆祈祷，牧师甲恁分享诗篇77篇第7节，亚萨的祷告词，恁还会记吗？伫迄个诗篇77篇，圣经的作者，诗篇的作者其中一个叫做亚萨阿萨这个人，伊讲：主啊，减讲连你若无爱我嘛。兄弟姊妹，这句话其实是所有追求上帝的人伫人生中间拢捌拄到的代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上帝无可能无爱咱。其实咱的上帝早就已经伫咱的身边，有时伊咧甲咱安慰，咱听袂到是因为咱无爱听，是因为咱有种太多的情绪，抵到咱听袂到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帮助。所以，愿咱认捌咱家己的焦虑。拄则一开始，我有甲咱讲起田立克牧师伫一生中间有几项对伊的人生中间真有价值的代志。
伊的妈妈早过身，所以真细汉的时阵，伊甲伊的妈妈有足亲密的关系，所以伊妈妈的死对伊一生中间有足大的迄种的毋甘，直到伊有一种讲袂出来迄种，伊家己毋知影迄个恋母情节，伊较无会当老母的迄个会疼，搁较侪伫伊的人生的中间。后来伊经历到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伫世界大战的中间，伊担任军队的牧师，伊看到真侪人伫战争的中间的牺牲，所以生甲死对伊来讲是人生中间一个足大的冲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人生中间有几个因素，互咱无平安、健康。第二就是人存在的成就，我一生要做什么？我的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人无人生的目标。人就会有迄种无满足的看路。第三，人的价值观念伫心内甲良心有冲突。咱做一个基督徒读圣经，上帝的话就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咱通过圣经的话，咱知影什么是好，什么是无好，什么是对，什么是毋对。但是有时咱的生活，咱所爱的好，咱做袂来；咱所无爱的歹。可是咱心内受引诱有两者，这就是保罗伊心中的焦虑。保罗说：“我心里面有一个人，我真是很辛苦。我心内有两个人，一个人常常跟我作对，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上帝的良善，一个是世界上的利益。这两项冲突的时候，人有不安。所以，亲爱的姊妹，灵修最重要，就是让咱安静。”找到咱灵命、咱的生命中间有什么所在有欠缺？人咬喙焦，毋是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人咬喙焦是因为听无到上帝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认捌咱的焦虑。所以田立克牧师后来写两本册，我会当借恁读。我有其中的一本册叫做《信仰的能力》。个另外一本叫做《生命的勇气》，深知勇气。这两本册拢有中文版。恁若欢喜想要真正用心去读，恁嘛会当伫网络顶悬买到这本册，恁会当家己伫灵修的中间。但是我知影伊的册无好读啦，因为是一个做哲学性的一个作者。但是因为无好读，恁若真心读，会当帮助咱对圣经的教示有更较深刻的帮助。上帝甲咱讲。我所听的经字，我爱你亲近我。今仔日的诗篇147篇11节，耶和华欢喜敬畏伊的人，甲仰望伊主爱的人。兄弟姊妹，咱的上帝讲，我在等着你，就亲像迄个离开厝伫外口流浪的浪子，伊的老爸伫伊的家乡，伫伊的故乡来听候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上帝等着我们回家吃晚餐。咱的上帝不是干那等我们回家吃晚餐，咱的上帝是得来听候咱，时时刻刻甲伊三甲地地。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对这个上帝常常讲甜蜜的话，咱甲伊讲：我的上帝，我相信你的应允；我的上帝，我相信你圣经内底所讲的话，拢是信实。你所应允的，就要照按的。来成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田立克牧师伫伊这篇讲道内底讲两个比喻，其中的一个比喻，伊咧讲起一个国王的囝，后来伊流浪出去外口，变做乞食。这个故事就是对迄个浪子的故事来讲起。伊讲，虽然伊伫繁华的世界，伫外面的世界，伊沦为乞丐，伊穿乞食衫，但是。伊的生命内底也有伊老爸的宝贝的血，像一个英国的亚瑟国王的囝，亚瑟王的囝永远是王的囝，伊的血液内底永远有上帝伊宝贝的灵踮伫伊的内底。这个譬喻咧鼓励基督徒毋通失志，无论你拄着什么样的境遇，你所穿的衫是乞食衫也好，会记得。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偶然，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将伊的圣神、甲伊的宝血放伫咱的内底。
田立克牧师用这个故事，用这个譬喻来鼓励实际的基督徒，不要看清自己，不要有自卑的图像，因为你是国王的后裔，咱是天父上帝所宝贝的子子。所听的姊妹，愿你将这个譬喻放在你的自尊心的内底，对你家己，在你的心上看到上帝家己的荣耀。第三，咱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愿意，求主互你家己的圣神活伫我的生命中间，来带领我，互我一切愿望对你所成事。兄弟姊妹，你的情绪若有负面，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学习大卫的祈祷。大卫伫伊诗篇62篇第5节，伊讲：我的心啊，你着静静专务听候耶和华。焦虑中间一个最要紧的功课，就是等候。听候天光，伫上帝的面前，咱承认上帝伊的确为着咱伸冤，为着咱成就，上帝要甲咱陪伴，伊将来所陪伴。所以仰望等于听候，听候才会通得到。今仔日敬拜赞美的时阵，伊人有带咱唱一条诗歌，就是这个意思。愿咱伫吞论听候的中间，咱经历到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将伊所必办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过所求所想。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有这种的信心，用一个祈祷送予咱大家。这是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尼布尔。恁捌听过牧师甲恁分享过这段的祈祷书？伊是伫美国，嘛是德国的后代，德裔的牧师。伊是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哲学家。伊写讲一个祈祷书，叫做宁静的祷告。伊讲：主啊，求你赏赐我安静的心，去面对我未当改变的事。求你赏赐我勇气，勇敢去改变你爱我去改变的事。求你赏赐我智慧，通知影什么是我未当改变，什么是我会当改变。我若有智慧，我就知影我应该采取什么种的态度。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所发出的祈祷是对圣神来，就亲像这几个牧师、这几个祈祷。最后，我要问兄弟姊妹：兄弟，你敢得到你人生中间上宝贝的愿望？互你今仔日虽然检采，咱讲上帝甲我带对，我嘛无遗憾。兄弟，你敢伫你的人生中间已经找到你真有把握真实的愿望？什么是真实的愿望？真实的愿望就是人活落去的光。真侪人生不如死，不如来死死就好啦。兄弟姊妹，为什么？因为伊感觉伊的生活是一个无价值，伊感觉伊的人生是一个无愿望，伊毋知伊头前要有什么快乐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愿望其实就是人生中间上宝贝的快乐。所以田立克牧师伊讲，就是生之勇气，就是信之能力，信用的能力。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伊的圣神带咱开始找伊为咱量身定做的。有几啊摆的礼拜，牧师拢甲咱提醒讲，上帝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有量身定做的恩赐，你了记吗？你讲到迄个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的，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1个他连德的人，牧师伫迄摆的圣经的分享中间，有鼓励咱的青年知影，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有一份量身定做的恩赐。兄弟姊妹，你要为你家己去找到迄个物件，迄个物件只有上帝知，迄个物件嘛就只有上帝要互你知。有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边的人拢毋知。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找到上帝，为着咱人生中间量身定做。当上帝甲阿伯拉罕讲，要有一个子孙，有一个囡仔对你出，伊讲：你莫甲我开玩笑啊！较有可能，我已经要100岁啊！我的太太已经没有怀孕的可能啊！但是，互有，互无变有，互死变活。兄弟姊妹，这个上帝就是咱的上帝。你敢愿意
将即句话写伫你的心内。有一日，将即句话嘛读互你的囝听，甲你的囡仔讲，不要放弃希望，永不放弃。伫无噩梦的时阵，永远相信我的上帝甲我相同行。你敢相信以马内利是这个意思？你相信以马内利是这个意思吗？你相信这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就是伫你无噩梦的时阵，伊永远要陪你行头前的路的上帝吗？愿这个上帝今仔日出现伫你的生命中，也愿你伫伊的面前用敬畏的心讲：上帝，我要对你甲我一生的落位。咱有一个信心，亲像挂彩种子。所以，爱的姊妹，田立克牧师咧解说这个字，伊解说了有够好。以前我从来无想到，这是一个足完整的信息。耶稣讲，人的信心亲像一粒足细粒的挂彩种子。这个种子虽然是所有的种子内底上细粒的，但是伊长大起来，伊比高丽菜更较大。伊要亲像一丛树啊，遐共款。保罗田立克牧师原来解说这段话，伊讲这粒种子虽然足细粒，你看袂起伊，因为伊就亲像一个乌的片屎啊，一点点啊尔。但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种子内底，伊已经具备完整的生命的大能。伊咧讲起这个种子内底，其实就是已经一丛将来树啊，伊的完整。这粒种子来个带落，伊将来就是一丛树啊，结果子。这个譬如咧讲起什么？咱的信心，咱来放伫咱的内底。这个信心要成就神的大能。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用信心祈祷？你敢愿意将这个噩梦的种子，用你的信心好好甲伊灌压，将这个噩梦的种子放伫你的内心，用祈祷，互这个信心的种子会慢慢长大成人。愿上帝祝福咱对保罗的培训，对保罗伊属灵的智慧，咱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坚持。保罗讲：我的生命看似用要死，但是却是一个有活命的噩梦。我的生命看好像忧愁，但是我的生命中间，伫患难忧愁的中间，永远欢欢喜喜。我的生命好亲像son香，但是我却是亲像这个世间的大富足的人，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兄弟姊妹，这就是信心甲噩梦。愿这个话，亲像田立克牧师讲，这粒种子虽然足细，但是已经具备有天国的能力，就是上帝圣性的能力。你若愿意将这个噩梦的种子放伫你的内心，用祈祷甲伊灌压，这个种子要成对你生命的噩梦。亲爱的姊妹，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恳求上帝将今仔日的话变作祝福。咱恳求天父上帝讲，天父上帝恳求你用你的圣心，就是互主耶稣对十字架顶悬死，搁我的圣心。今仔日嘛，互我伫绝望看路的中间，重新成做一个乐观、有信心、有噩梦的人。你过去若是一个熬操烦，是一个真悲观的人，你敢愿意互主的保护甲圣心改变你的命运？对今仔日开始，你成做一个乐观、有噩梦、有信心的人。愿圣心互咱有顶头生，有一个活泼的噩梦。对今仔日直到永远，咱同心来祈祷。收拾噩梦的上帝，愿听到你圣经话语的话，我嘛伫今仔日的礼拜，重新反省阮家己的态度。主，我若有悲观、熬操烦、信心不足，恳求你帮助我，互我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我得到讨棒，得到医治，也因为圣神的帮助，我有顶头生，阁有活泼的噩梦。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恭敬颂当神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
愿你的圣神对阮讲话，将你的话变做活命的气力、生命的勇气、信仰的气力。阮同在伫你的面前，阮要过哈利路亚的人生。主啊，阮要奉你的圣名过哈利路亚的人生，直到你的名得到高举甲荣耀。阮安尼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